开业超过40年的老字号江浙餐厅永福楼，因高房租压垮经营，将于本月24日歇业，令不少饕客惋惜。事实上，东区商圈全盛时期因商机无限，吸引不少投资客。据传，纵横歌坛30年的小哥费玉清曾大手笔买下忠孝东路1段到7段的房产，堪称演艺圈帝王。据苹果报道，小哥深受父母灌输有土斯有财的观念影响，把钱都拿来买房。他特别爱买店面，投资眼光非常精准，都会选择最好地段的精华区。外传费玉清从忠孝东路1段到7段都有房产，以店面居多，还曾经砸3.3亿买下敦化北路、长春路口200多坪的黄金店面。此外，外传北海岸知名咖啡店洋豆子也是小哥的房产，一个月租金高达16万。外界粗估费玉清房产上看20亿。不过他为人低调，消息未获证实。资深艺人于天曾爆料，小哥在大陆也有投资房产，听说北京、上海好几间，台北也有，靠收租就够了，并指费玉清这辈子赚够了，是张家3姐弟中赚最多的。小哥经纪人对于他何处有房产不愿透露，但表示费玉清隐退后将常驻台湾，也会不时到海外的其他房产居住。